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长期伫咧国民党基层服务的颜东义，日前表态要来参选台南第1选区的立法委员，但即卖也传出现任的市议员蔡玉辉有意愿要来参选，并且国民党部考虑要用征召方式去进行，互颜东义的支持者感觉无公平。希望国民党的未来第1选区的立委候选人，爱互大家咱接受的游戏规则先定出来，赶紧定出来。有议员参选立法委员的颜东义表示，透过初选来看输赢，安尼上公平，伊绝对无认同密室协商。若是会当用上界公平的民调初选来决定，无论结果如何，伊拢会愿意接受。照你讲的，要办理征召嘛，爱先甲我征召，因为我是第一个强烈甲咱市党部，包括中央党部，我嘛现任的这个中央委员，强烈已经表达过啊，为着农渔业，为着农渔民，为着咱新营溪北的边缘化，种种有这个使命感，经过家族的同意，地区阮征讨嘛同意，所以讲我一直咧讲请市党部，无论哪你要将这个办法制定清清楚楚，有阮有意愿的人，有阮有意愿的人，较有迄个机会，搁为国民党来拍拼。唔通阮这个心去互消要去，因为毕竟咱是一个大团体，尤其咱是一个大党，咱像头拄咧讲咱来行大路，来行大路。颜东义嘛大声呼吁着国民党市党部爱尊重民意，互每一位愿意替人民服务的党员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台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即马学校营养午餐菜式如何，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教育问题之一。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每一个学校总铺师的功夫如何，教育局特别伫咧6月1号，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举办着学校营养午餐的比赛。这届比赛由校内有营养师的学校来比，同时也设立着人气奖，由家长甲学生来做裁判。品尝，然后给他评分，所以最后会选出这个人气奖。那人气奖的部分，我们是请小朋友给他颁奖，然后他就是人气，因为从小孩子观点来看，家长跟着一起来品尝，因为是家长付费的所以他们知道看看，那同样是36块的那个菜色他们在煮出来的样子是怎样而且大家是实际上挑战他们的那个厨艺。那这些厨艺来讲，因为他的那个菜基本上怎么去开。那个是营养师营养师，所以他会去均衡它的整个营养。所以当有讲说我们36块是不是吃的不好，一点都没有不好，因为这36块钱我们另外还有3.5块，我们是在地食材，所以我在议会里面也有议员关心，我会跟他讲。其实我们平均下来讲，因为大部分是自办午餐比例，我们是相当高的，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这摆比赛奖金上悬1万块，这届比赛就是希望校内的厨房工作人员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也希望增加因的技术，也互咱台南学生会当享受到更加健康、好食的营养午餐。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国际知名酒店集团全力打造粤菜餐厅品牌，为着要充分满足人客对着高水准餐会以及家庭聚餐的需求，坚持选用新鲜的食材，并且融合着在地美食文化，以着正宗粤菜料理的手法结合创意，创造出10种充满酸、甜、苦、咸、咸、鲜、香、酥、麻、脆的10种气味。采风10味呢，主要要呈现的就是酸、甜、苦、辣、咸、麻、鲜香、麻、辣、脆这10种味道，然后希望呢，透过这10个味道去展现我们的采风楼，它是粤式料理，然后结合一些西式或者是一些调味料，然后展现出一些创意的手艺。那透过这个10个味道呢，然后把师傅呢这些比较经典的菜色、粤式的菜色，来在全球的25家的采风楼来同步推出。其中烈焰竹炭牛煎这道菜，因为料理的方式非常的高工，佮加上点火视觉效果，一烹上桌的马上成为注目的焦点。好，那我们现在到了58度的高粱酒，
然后呢再经过火的炙烧，所以呢这道菜呢就叫做烈焰竹炭牛肩。这道菜呢手续比较麻烦，它是取用的是美国的去骨牛小排，然后呢先卤制，卤制完之后呢再用荷叶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再放到竹筒里面。它的封口呢，用盐巴把它封口完之后呢，再放到烤箱里面再去烤。那所以的呢，当它烤完之后上桌之前，再淋上58度的高粱酒，再做炙烧的动作。然后完成之后呢，再用木锤把它敲碎。采访思维这个餐点，业者将伫6月1号开始正式开放预约，希望带予台南美食家一个融合着传统甲创新的时尚新潮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是谁有了小轩的器官？求求你了，我好想我儿子。器官捐赠是双盲制的，无论捐赠者还是受赠者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是法律规定。我只想看他一眼。热播中的公视医疗职人剧《生死接线员》，探讨的是因意外或患病的垂死之人，能否将可用的器官捐赠出来，成就大爱。过去大家不想讨论的生死议题，如今搬上了荧幕，引发讨论，创造出高收视率。难道他不会醒过来吗？难道不会有奇迹发生吗？尽量是。依据资料显示，超过9000多人等待器官移植，期盼重获新生。实际上，能接受到捐赠器官人数却仅有300多位。如同戏剧中的个案故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器官捐赠。而且在即将播出的剧情中，器捐法规定，重度智能障碍者不能成为受赠者，却可以捐赠器官，引发了社会各界议论。口出恶言，你这么现在讨论只是自私？请问影片的内容是真的吗？网络上的影片当然是真的。立恒医院器官移植团队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你觉得小叔的天生靠自己爸爸这样子，他会开心吗？生死接线员每集剧情中都是生死交错、悲伤与欢喜的情绪中酝酿。想要追2019最夯台剧，除了公视频道之外，观众朋友可以透过 BBTV Catch Play 包月电影院锁定每集精彩剧情，探讨除了父母亲可以赋予新生命之外，捐赠者愿意捐赠可用器官，得到家属的同意，能够化小爱为大爱，也是让生命重生的机会呢。你猜我爸的状况？我们已经尽力了。中嘉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美术馆伫馆遮尔啊水的所在，假使会当伫这个所在过一暗，一定是相当趣味的经验。记者会现场，一寡高水的小朋友就非常欢喜耍起来。伫咧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因也现场搭帐篷来亲身体验。这次是我们美术馆迎来的第一个暑假，所以特别跟台南益智饭店合作，推出这个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我们总共推出了2个梯次，那其个梯次会是在7月27、28号，第2个梯次会是在8月3号、4号，内容非常的丰富。除了去饭店体验游泳呢，还有那个绅士淑女的一个小西餐活动之外呢，重点是晚上会来我们美术馆那一个睡一晚。你们有听过那一个博物馆惊魂夜的那个电影吗？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体验像电影里面那种感觉，然后体验一生中难得的一个美术馆参观经验。这届活动是由南美馆甲饭店业者合作，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当伫咧饭店内底学游泳、学用餐礼仪等等，互因有一个上界难忘的暑假体验。
那除了在夜宿美术馆的这个活动以外呢，在酒店的部分呢，我们提供多元的小孩学习的部分，让他能够成为绅士淑女，然后做一些西餐的礼仪，还有一些烘焙，还有蝶谷巴特、游泳，哇，非常丰富的一些课程。那名额有限，因为只有每一梯次36个名额。那欢迎呢，我们家长赶快能够来帮小朋友来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小朋友能够体验一个夜宿美术馆，然后让他有一个难忘的暑假。台南美术馆二馆首度开放，予民众会当过暝，但是名额有限，想要体验的民众就要赶紧报名。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在2017年首演的引起轰动的《围城望乡》，是以着新住民、外籍移工甲新二代作为主题，剧情描写因伫咧台湾生活的情景。这个因为生活美学馆所举办的东南亚忆台湾系列活动，特别邀请因来演出，希望透过精彩演出，让民众更加熟悉新住民因的故事。无独有偶剧团呢，这次带来的是《围城望乡》。好，那这个主题呢是会围绕在家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新住民朋友，啊，国际移工的朋友都住在这块土地上。那这出戏呢，其实是借由我们一个蛮感人的故事，我们里面的主角就是移工还有新住民。好，那他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呢，对于家的一些情怀或是想望。那戏里呢有笑有泪，好，也有这个移工们非常开朗幽默的一面，那也有我们主角呢很想念妈妈啊，想念从来没有去过妈妈的家乡在越南，然后从一开始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这一块的身世，到后来他想要踏上妈妈的故乡，到湄公河看一看。所以其实这个整出戏的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温暖温馨的。这个演出要结合人偶、甲即时投影等等特别的演出技巧，让观众伫咧看剧的过程当中，会当感受到更加强烈的情绪。在这次的戏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偶戏手法的运用。好，那像剧中有些角色是用偶的方式来做呈现，那它就可以做出一些，比如想象中的画面，像比如说过去的回忆，或是逝去的亲人再回到你的身边来探望你。那也有一些是好玩的，是用即时投影的部分。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家里的墙壁呢，突然变成好像那种回忆的影像哈，这样印在这个上面。不过这些都不是预录好的影像，它最难能可贵的是演员都是现场把这些场景来呈现出来，所以看戏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过瘾，是它非常有跟观众一起互动、一起呼吸的这个感觉。所以可以在这个无独有偶这次的戏里面呢，看到很多偶的运用的手法，好，那相当的有这种剧场感跟临场感，是你平常在这些预录好的电影或是3C 产品的游戏里是看不到的。这个演出将伫咧5月31号到6月1号连演2天，而且是免费索票。无论是想要关心外籍移民议题，或者是想要欣赏台湾优质舞台剧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场围城望乡的演出。台新闻国播采访报道。赖书表示，一名舞蹈老师因为运动量较大，就容易流汗，加上个人骹阁有歹片的臭味，互伊相当困扰。不过剃毛、抹药啊，或者是喷指甲，拢无法度改善，所以建议用这款微波热能的技术来做非侵入性治疗，不仅安全，而且高流汗、臭汗酸甲除毛拢当一摆处理。重点是以后嘛要搁再压起来。它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是可以就是说把流汗的部分还有味道的部分多做一次的一个处理。嘿，那另外它也有部分毛发会减少的作用，所以这款呢对女孩子而言也是一个优点，就是说除了止汗，然后除臭，那另外还可以减少毛发。嘿，虽然个人骹高流汗甲臭汗酸只需要一摆疗程开1点钟，就当有效改善，甚至长筋，不过需要自费6万9千块的代价，得看民众家己来评估。台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
不管是早期也或是暗期的喉癌，病人上在意的就是治疗成功率以及器官保留率。随着时代进步，传统开刀的治疗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唔免开刀放射线治疗已经慢慢变成首选，因为伫治疗成功率来看，差不多甲传统开刀平悬。而且另外一项优点就是会当保留器官。喉癌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它的治疗方式呢，除了开刀以外呢，还有现在所谓的放射线治疗。那过去大家都会害怕的是说，我想问的是，就是喉癌的病患他想知道是到底是治愈率如何，那另外一个是我的器官能不能保留。对，那治愈率过去统计发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开刀还是现在我们所使用新的方式，这种放射线治疗呢，它达到的治愈率其实是相当的，而且呢，放射线治疗还的好处就是说，它甚至可以保留我们的器官。另外，针对暗期喉癌，放射线搭配化疗同步进行，以5档的存活率来讲，大约佫会当提升5%到10%左右。比较针对晚期的喉癌呢，有时候呢，甚至我们会加上化疗。那过去发现说，其实单独只有放射线治疗还不够，如果能加上化疗的话，同时进行的话，大概可以再提升5年，大概可以上升到5到10% 左右。第医生表示，罹患头颈癌的人数年年增加，大部分的原因甲个人食薰、啉酒部分有关系。根据研究显示，3种拢有接触的人，得到头颈癌的几率，竟是一般人的123倍。为了家己的健康设想，一定要远离这个危险因素才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